容易没把西巴一把出的是了，这到没呢，他东北的那边重新集中，你让我这这几年吧就得是，你让我这这几年吧就得是，所以说，不用的，你那个了，这到没呢，是不能有事，呀。完了，别太麻烦了，这到没呢，现在什么事啊？这到没呢，现在。他东北的那边重庆今年路一都这几年吧没，那么得到没呢？怎么说啊？他东北的那边重庆今年路一都这几年吧得到没呢？他你就懂了，你去从前容易没把做，容易没把嘛，去就当的嘛都拿，你们去就当的嘛都把的容易没把嘛都拿，他东北的那边重庆去。他东北的那边松江三把地，然后那个啥比最妈妈现在到就是你老板觉得，我这个人，你我这我们去中间容易没把去进，当时，去中间容易没把去进是，呀，你弄个去嘛到哪？他东北的那边松江地，去你弄了一多这几年吧，看的。啊，那这吧，对的吧？去中间容易没把去进。你这个农村人呢，就去嘛到哪？他东北的那边乡亲的，你如果到个十几年吧，对不对？差对了。喂，老师啊，我那他东北的那边，这定个去就打没把去进。你这个农村人呢，就去嘛到哪？他东北的那边乡亲的，你如果到个十几年吧，对不对？我大概要可以了，我觉得可以了。这都养个那棵树，有些别吃完了那个可能拿出去送的是。但有人就懂谁是个拿出来，干那打开的谁都多把都嘛都不可能拿出嘛，都找上面卫生。这切口久了。都是都可能拿出来，没那。我这也把一把他，我这也把一把他。我这个。我这边呢，我现在。我把我这都会过的，对了，你们这个啥东西呢？有啊，刚才这个 number 他们真有意思。我这也把一把他，打谁啊？打送菜了吧？谁啊？打谁个啊？我这也把一把他，呀，他东北的那边乡亲地，去当地容易买不到。你这个农村人呢，就去当地容易买嘛，都把印度，他东北的那边乡亲，你如果到十几年吧，也不行。真麻烦了，那真的去的，再去年去的家的嘛。他东北的那边乡亲去当地容易买不到，你这个农村人呢，就去当地容易买不没到哪。他东北的那边乡亲就去当地容易买不到的落地，你如果过了十几年吧，就啊，也不行。原因吧，他是当地定个去的大买吧的，他东北的那边乡亲就到。你这个农村人就没到哪，他东北的那边乡亲，你如果到十几年吧，就啊，也不行。哎呀，咱们就定个去那边说我们去咱们拉巴的去点是吧？去咱们拉巴的去点，去你这个农村的人就嘛到啥东北的那边乡亲就到哪，啥东北的那边乡亲，你如果到十几年吧，有的，你如果特别温度，随便个台湾他都把啦，刚表这个吃了就吃的，马上想。哎呀，我那你这个农村的那了，刚表就当心啊。你这个农村人那了，吃那个吃的没，是啊？你这个农村人那了，吃那个吃的没？啥东北的那边乡亲了，跌到了吃那个吃的远呐？啥东北的那边乡亲地，我到个十几年吧，对。几下，没拿干的那地去的，咱们拉巴都被吃了都去的。呀，你这个农村人那了全没呐？啥东北的那边乡亲，我到个十几年吧，对不对？哦呀，我都上面没对。哦呀，伢子讲就把他，伢让讲就把伢让他们去讲子，叫今天等个去他们讲嘛，那就啥东西了，啥就这个都就是那么差的，让他们个国家讲我怎么都嘛，都是。我那你就打死啊！我那你就到农村就带到去的，打死啊！老师。你这个农村就带到去的，你这打国外也没吃啊！你这个农村就带到去的是，呀，去的干的定去打死啊！去的干的定去的咱们拉巴的嘛都拿，你这种他们做呗，杀他！他就落一了的，我这边掐着啊！我那你这个农村的，我那干的定去的咱们把它去的，去嘛都那工厂咱们都去买呗，杀他！
打对了吧？我那打死俺都让他吃酒，我那打死了，打死了。全都让他吃酒。我呀，我那刚的店给去的大米把它去见是，呀，全嘛都印到，后面我就把它带了店给你就把大米把打起，后面店的打开呗，你把起，秒他，对吧？对那泡沫去进，呀，去店的大米的去的我这边大米去了店给你就把大米的洗起呗，你把了店呢，后面店的工厂个大米多久，秒他，有了吧？有那刚的店去的大米店。他是啊，刚的店去的他们店了，麻烦被工厂机了。刚的店去的他们店了，麻烦被工厂机了是。泡沫去的去的店的大米的去的我这边大米，有了店给了就是大米被洗洗被里巴了店呢。要这个就主家都不落些哇，有事儿。有了吧？有些。哎呀。泡沫去的大米老板嘛都不工厂给谁能听不？去的大米老板嘛都不工厂给是工厂给我啦。泡沫去的大米的去的我这边大米，对了，天气呢这个大米被洗洗被里巴了点呢，结果就主家都就买汤。刚才你把看到好多没？对啊，刚经过，对了。这个吃过来就是像我们这了，这个做个那个动作，这都就要的，点多久了？点多久了吧？吃的动作。哦哟，点多久了吧？点多久把银章打你啊？点多久把银章打死啊？点多久把银章是？点到空啥地？去就咱们老板嘛多吧？一个事儿。电脑刚才搞的这个，打中的这个那里。电脑电你刚才搞的动中跟个过来的。去的咱们老板嘛多了是吧？去的咱们老板嘛都不工厂行了。红包去的去的大米的，去的我去的大米，去了天气了就是大米被洗洗被里巴了店呢。里巴这个就主家都不洗哇，有事吃吧嘛？你落些被工厂的去进，去的咱们老板多汤，大汤，得去的咱们老板嘛多汤，去的咱们老板嘛都印度。里巴带了店们主家这个都落都不落，工厂一个事儿。去的咱们老板嘛都印的是吧？里巴先啊，里巴先，去的咱们老板嘛都工厂哦。去他们到时年去了啊！去的咱们老板嘛都担心，去的咱们老板嘛都不工厂去，我们去的担心，让他看这个当面出枪。